大家好，我哋好榮幸能夠得到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嘅資助，喺2016至17年度完成咗我哋嘅計劃——香港民間遊戲口述歷史紀錄片。我哋嘅計劃內容分別有放映會同埋光碟出版，內容以口述歷史嘅方式記錄唔同年代嘅民間遊戲。呢啲嘅記錄同我哋嘅生活、社區以及文化都息息相關。透過計劃，希望大家以一個親切、有趣嘅角度去認識歷史同埋文化。由於當時嘅紀錄片需要揾一啲喺60至80年代成長嘅人士受訪，所以我哋都聯絡咗唔同嘅社區中心同埋機構幫忙，能夠揾到20幾位受訪者接受訪問，令到呢個紀錄片嘅內容更加全面同埋豐富。而最難忘嘅係，受訪者當時都將一啲昔日嘅遊戲重現眼前，令到我哋大開眼界。嚟緊新一輪嘅申請，請大家踴躍參加，同我哋一齊分享你哋嘅計劃啦！